姐姐今天要教大家唱什么样的客家童谣呢？这首歌啊，是我们常常用到的问候语，叫做“塞爆忙”。塞爆忙，没错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客家童谣喽。你说这是一句常常用到的问候语，可是我还是听不太懂哎，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一首“塞爆忙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不管是早上或是中午，你看到街坊邻居的时候，都可以告诉他说“塞爆忙”，这样子就可以拉近大家的距离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会了，我来试试看哦。Hello， 大家，塞爆忙。小龙姐姐好棒哦，马上就学会了耶！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要学哪些客家词语呢？走了，塞爆忙，吃饱没？塞爆忙，吃饱没？早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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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珠，正午，中午，动珠，正午，中午，行，走，行，走。哇，我们刚刚学了好多的客家话哦，那我现在来考考你们哦，塞爆忙是什么意思啊？吃饱了没？哇，好厉害哦！没错没错，塞爆忙就是吃饱了没的意思，听起来很亲切哦。对呀，塞爆忙虽然非常的简短，但是是一句非常温暖的问候语哦。那苹果姐姐，我们再跟小朋友一起跳这首《塞爆忙》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跳舞喽！